台东的林保分署最近接到通报，讲伫咧卑南乡的李家林道海拔大约干那500公尺的产业道路，发现到一只台湾乌熊伫咧路里中。这个地点也创下台东县出现乌熊的上低海拔纪录，离泰安村社区干那1公里尔尔。互民众是真烦恼，嘛希望政府会当安装监控乌熊的设备，通好即时通知居民来防范。 民众伫车顶用手机翕到山路有一只乌熊伫走，挖一个弯乌熊稻米入去草坡内。这只乌熊互人翕到的地点是伫台东县卑南乡离嘉林道3.5公里的所在，离下骹泰安村社区差不多1公里，真挖近村民住的所在。这座山的后面啊，有计程车载客人到大869那个植物园区那边，那在回程的时候拍到的。 确认之后呢，知道它是一只亚成的黑熊。那这个地点呢，非常的靠近邻近的聚落跟农场。台东林保分署确认这个地点伫海拔500公尺左右，创下6年来伫台东地区发现乌熊上低海拔的纪录。台东林保分署已经伫周边架设监视录影机监控。最近华东两县一直伫低海拔发现乌熊，专家认为乌熊族群增加，因活动范围会扩大，真挖近咱人的生活区，爱特别注意。 有些个体就会在这边定居下来，也有可能是固定的、季节性的会在这边活动哦。未来也会持续加强多元的辅导，来降低人熊的冲突。 台东林保分署去年也捌连续记录到，好亲像3只乌熊的家族出现伫李家林道。台东分署统计，去年台东县拢总翕到39间乌熊的影像，发出巡护加奖励金有130多万。目前当地辅导泰安社区加入乌熊生态服务给付计划，守护社区嘛保护乌熊的生态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